我们应该从佛法的角度如何去理解这次疫情的发生？现在只是末法嘛，又不是末日，都是众生自己所做的业力。所以你看看历史上处理人类是隔离，那对动物呢，就是纯粹就是活埋呀。56亿7千万年还这么久了，担心什么呢？不用怕。现在呢，各国政府都在推广打疫苗。那讲到这个疫苗可不可靠，世间上有哪一个东西是可靠的？现在很多人呢觉得就是要积极的要消灭，所以要共存，就听起来非常害怕。吃肉跟打疫苗有没有关系？彻底失控的状态啊！所以我们做一个佛弟子，第一要反省，我们自己已经得到人生，人生是不容易的。佛法，尤其是藏传佛教呢，不会反对西药东药，什么都。我也支持，但是我有意见。佛法的角度来讲的话呢，这个禅修和吃素和要不要打疫苗不能完全挂钩来。我是希望是这样的，因为我现在看到了太多的就是那种让我很失望的东西。你如果不开心，你自己先憋一憋再讲。有时候很多东西都要讲因缘。共业里面，在佛教的理论里面有没有改变的方法？不可说，不可说啊，一定会好起来。看不说了，但是这个是有风流症的。以前嘛都是白头偕老，现在呢都是光头到老。吃素健不健康？你看我们都是肥头大脸的油光满面的。等一下，我快要忘记了这个问题。